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1月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内容记上卷第10章第1节到13节，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大能力。所罗门王伊捌向上帝来求智慧。照圣经的记载，伊并无求迄种更较大的国家、更较强的政权、更较富有的政府。伊却祈求上帝赏赐伊上帝的智慧，来管理上帝的人民。为什么所罗门王安尼求呢？其实安尼祈求，就是将家己甲以色列全国交托予上帝。所带来的结果是，上帝亲自掌权伫以色列国，就连周边所有的异邦国家拢来朝拜，拢来进贡，来追求上帝的赐福。为什么？就亲像咱伫这个主显节甲咱讲的，上帝的真光来光照。以色列人看到茫，佮较因为这个真光照光显现，互列邦拢看到。内容记上卷第10章第1节到13节记载着，亲像诗篇72篇所记载，含迄个示巴拢来朝拜来进贡。经文安尼讲。示巴的女王听见所罗门因为上主的名所得到的名声，就着来用难题甲伊考。伊带真济人神来到耶路撒冷，佮有落得载香料，真济黄金甲宝石。伊见所罗门王的时阵，就将心内所有的难题甲伊问。所罗门照伊所问，一一甲伊回答。无一项困难，甲王袂晓得应。示巴女王见识着所罗门所有的智慧，看到伊起的宫殿、桌顶的正面，摆列坐伫的人神、军队服饰的罗卜，甲因的衣服，以及天酒的罗卜，佮看到伫伊伫上主的圣殿所献烧化祭，就规个人拢戆去。示巴女王就对王讲：我伫阮本国所听到你的事迹，甲你的智慧，拢是真的。本来我毋信遐个话，到我亲目看到才相信。人甲我讲会枵无事实的一半。你的智慧甲你的富足，经超过我所听到的。你的部属真有福气，你的人神真有福气，因不时伫你的面前听到你智慧的话。上主，你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伊爱你，互你坐伫以色列的王位，因为上主永远听以色列，所以选立你做王，互你通秉公行义。示巴女王将大约4000公斤的金、真济的香料、送甲宝石来送予王。前到这个捌有人亲像示巴女王送遐尼济的香料予所罗门王。希兰迄阵对俄斐运金来，佮对真济的带真济的这个檀香的茶宝石来，王用这的檀香茶做上主的殿甲王宫的这个建材，佮嘛唱歌做琴甲瑟。前到呾捌有人看见遐济的檀香茶运来，所罗门用真济的礼物送示巴女王。以外，无照女王所意爱，佮照女王所意爱所求的，拢送予伊。女王甲伊的人神就转去因的本国。
上帝的大快乐是咱无法度想象，搁较多无法度用这个话来讲的。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的经文，甲咱讲，上帝照伊的快乐来运行，伊的大快乐超过咱所求所想的，亲像所罗门王所求的嘛同款啦吼。因为安尼，我归了赐名呵护天顶地的所有创作的天父，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，通过伊神圣所享受的快乐，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。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心来踮伫恁的心内，互恁定根地基伫听。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偌尔长阔关心，佮经验迄个超过人的智慧所会当了解的听，互上帝的完善甲恁完全充满。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得运行的大能力，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，来成就一切。愿荣耀伫教会中，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，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。阿们。诗篇72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将公正的判断赐予王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赏赐予王的囝，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判断属伫你困苦受压制的人。愿大山带和平予伊的百姓，愿小山予因享受繁荣。伊会替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，伊会解救善者人，会拍碎压迫的。愿因敬畏你日久月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瓜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。伫伊坐位的日子，义人会兴旺，甲个平久享受大和平。伊会掌权对这个海到迄个海，对大河直到地极。住伫旷野的人会归乐伫伊的面前，伊的对敌会完全降服。他西甲海岛的列王来进贡，西巴甲西巴的王来献礼物。愿列王拢拍败伫伊。万国拢服侍伊，因为善者人求救的是伊的救因，困苦无依偎的人，伊嘛会救因。伊会怜悯困苦善者的人，伊会拯救困苦的人的性命。伊会救赎因脱离压迫甲强迫，伊看因的性命做宝贝。愿王万岁！愿伊接受示巴进贡的金。愿百姓时常为着伊祈祷，规日祝福伊无停。愿这个土地五谷丰收，满山坪有麦穗，亲像黎巴嫩的树林哈尼旺。愿城内的人亲像地上的草木生兴旺。愿伊的名留到永远，亲像日头久长流传。人会因为伊得到福气，万国会称赞伊有福气。至关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只有伊行记伊的事，应该受称赞。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。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们，阿们。耶西的囝大笔的祈祷到这结束。愿上帝的大快乐来荫庇阮，互阮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，伫主圣神快乐的看顾下面，互阮会当赢过一切的艰难。愿主赐福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